来看这顶礼拜新冠就医的人数是达到7万多人次，即马上介严重的时间已经过去啊。卫福部中华病医是表示讲，因为这疫情是愈来愈成流感，所以来新冠门诊的人其实并无较侪。也毋过这医师要是呼吁讲，这个65岁以上的时代，也阁有高风险族群，就要赶紧去注意防射。 民众坐远远甲医生保持距离。顶礼拜，咱国新冠门诊急诊就医人数70182人次，疾管署拜二宣布，这波疫情提早达到高峰，但是民众也是爱提悬警觉，因为重症甲死亡病例拢有增加。部立中华病医就表示，目前新冠疫苗的注射率上低。到目前为止新冠迄个预防的比例较算偏低啦。 你若讲有得过的人，有诶感觉讲我就免搁住但是实际上你若讲得过的人，正常来讲，超过60天以上，咱是会使搁做预防针，来加强后壁长期的保护效果。 根据卫福部的统计，目前咱国 JN.1 疫苗注射率是9.3%，其中65岁以上头一档注射率是19.3%，第二档干那1.6%。也那中华县伫5月底毛协调医疗院所，针对县内卫生长照机构注新冠预防针，减少胃病风险。针对高风险族群，本县在5月22已经召开 住宿型长照机构的联系会议，协调医疗机构入机构接种疫苗，防止机构群聚。 虽讲新冠疫情的高峰期已经过去，但是卫福部表示，今年咱国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，目前有730例，106例死亡。尤其65岁以上的时段甲慢性病患者占多数，其中确诊甲死亡病例无注 JN.1 预防针的人将近90%。卫福部嘛呼吁符合资格民众踊跃注预防针，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